新一份預算案繼續重點推動創科，培育人工智能產業化，亦都會壯大低空經濟。今年上半年會分階段推行無人機交通管理系統。財政預算案其中一個主題係創科驅動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，正加強算力、土地同資本等配套，提速推動人工智能產業化。鑑於 AI 應用正係迅速推動產業革新、新技術、新產業同埋新產品急速冒起，我會成立同埋主持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，為 AI 帶動產業轉型同埋發展制定策略，創造有利條件。同時亦都鼓勵 AI 嘅廣泛應用，達至全民使用、全民善用。陳茂波話：初期會聚焦生命健康同具身智能，即係將 AI 融入機械嘅應用。而為咗達至全民應用，會撥款5000萬，邀請公營機構聯同科技企業同大專院校籌備 AI 課程同比賽等等。8間資助大學今個學年開始嘅3個學年，新增27個 AI、創意產業等同 STEAM 相關嘅學士學位課程。僱員再培訓局將會升格為技能提升局，提供 AI 應用技能為本嘅培訓。至於舊年施政報告預留10億成立嘅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，將會喺下半年投入運作，支持 AI 項目研發同成果轉化，為 AI 發展治理框架同規管制度等提供意見。另外，將會撥款1億元引入業界領先技術，加速政府部門數字化轉型，提升工作效率。陳茂波又話會培育同壯大新興產業，包括低空經濟、航空航天同無人駕駛等。包括上半年分階段推行無人機交通管理系統、跨境航線同載人無人機應用。今年內亦都會啟用香港第一個商業營運無人駕駛項目——航天走廊自動駕駛系統。無線電視記者劉慧儀報道。